咁似擺呢度。咁你記得你車尾箱嘅固。IS 戰士遭野豬襲擊致死。IS 戰士。最強嘅反恐精英就原來係野豬。點解？大山，呢度咧又係好多啲灰跌落嚟，頭先個位咧冇啊嘛，會安全啲。好恐怖嘅會。係啊，我覺得。跌咗把遮。我同阿媽講你架車係同阿叔㗎，跟住幾時啊？一直都係咁講。哦。咁佢點講？冇乜嘢咯，要夾粉。嗯？夾粉就冇乜嘢咯，冇咁溶咯。好難夾粉喎，唔係好難話夾粉喎。都係咁點夾粉啊？係咯。禮拜六日咪就你揸咯，平日就我揸。你唔好講到阿叔咁 cheap 先。佢咁撚多嘅架車。不過影 pre-wedding 係咪要租七人車？我問佢借一架七人車嚟揸先。呢架都得啦。我唔知啲師傅擺啲儀器係點樣。佢話擺車尾已經得啦嘛。唔知咧。佢話要。佢驚我要換衫啫。換衫啊？咁你覺得使唔使啊？換衫我都唔會喺架車度換啦。咁核突。前方200米，通過紅綠燈路口後，向左前方行駛，請注意減速通過彎道。直行通過紅綠燈路口，然後100米向左前方行駛。呢個隻眼有啲蒙，原來真係蒙。都係冇喎。係咯。喂，睇下。喂，使唔使我開高德㗎？你冇電就唔好開啦。我可以插電啊嘛，我有個尿袋喺度。係喎，你拎埋個尿袋走。咁你快啲插住啦。個尿袋好緊要㗎嘛。咁你快啲插住個尿袋先。前方100米向左前方行駛。向左前方行駛。前方200米左轉，前方紅綠燈路口直行，請保持直行，走咗側車道。前方100米，在第2個紅綠燈路口左轉，進入德士古道，直行通過第1個紅綠燈，然後在下一個紅綠燈路口左轉。
左轉，進入德士古道。前方300米，通過紅綠燈路口後，向右前方行駛。直行通過紅綠燈路口，然後150米向右前方行駛。就係肚餓啦，架車。要入油啦？我諗下個禮拜請走右側兩車道，前方150米向右前方行駛。學咩料？喂，向右前方行駛。調查佢，又唔打燈。係咯。打你。前方400米經過環島。潑起咪應該。剎咗掣先。我追剎車剎唔切。我要買啲法式法式啊？你英式唔前得咩？方200米經過環島，英式唔得咩？請從第1出口駛出，往九龍5號幹線方向。阿高年真係法國動物園。沿附路哇！行駛。佢咁夠薑啊！啱啱大選完就。啱啱先佢3日咯，佢話。進入環島，佢3日請咁少，從第1出口駛出。西班牙先係主力。真係唔敢去嗰度。駛出環島，進入荃灣路入口，前方200米靠右行。